刊的报道，讲台北市长郭文泰伫8月初日迄天，就已经甲郭台铭见过面了。甲过即个郭文泰问讲有影无？郭文泰无否认，佮甲话讲甲真有玄机哦，讲3分真7分假。情人节上班啦。七夕情人节，台北市长郭文泰透早就甲市林的里长座谈，身兼台湾民众党主席的伊认讲，不分区的立委是主力爱提名满34席，区域立委是量力而为，提名有机会当选的人，还是好别人落选。还是说至少要有这种实力嘛？要评估说，我这个是有能力选上，或是他有能力影响选举的结果的。他这个在这个条件之下，再看说，这个人到底行不行？区域立委真的比较难。但是如果不分区的话，我们就要很清楚的说，这就是柯文哲的意志在立法院。无希望和民众党发生甲时代力量同款的错误，民众党因准相定的党政，和馆长批评。允许跨党双重党籍，意思是说，像一个人也可以参加狮子会，也可以参加护轮社。不过听说昨天有一个已经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了。他们的文化就是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是吧？所以在里面制造分裂，就是这2个党，所以我们要凸显说这种。人家是心胸狭小的，目光短浅的。周刊嘛报讲，郭文泰其实第1次就已经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密会，郭台铭只要民调领先高雄市长韩国瑜5%以上，就会做出决定。那个叫典型的3分真7分假。有没有见面嘛？不要告诉你。那有没有？但是我觉得里面写的内容实在是，这个是在写科幻，他也可以改良去写那个叫政治科幻小说。到底敢有甲郭台铭见面？郭文泰无否认意在玄机，加上郭台铭嘛已经甲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见过面，即嘛和郭文泰、郭台铭、王金平联手重返联想的空间。